国中3年生入考到空军士官班，做兵27年嘅钟少文，退伍嘅回到家乡高雄民农工中，因为也太末嘢抽到铁树切片，等从而去医院，也看到嗰度朋友嘅陆家人因为被骗嘅过世咯。钟少文嘅家庭以种嘅农作物，且对冇用农药同化学肥料，而使得人路康健。不过，一个家庭呢，3十至多亿8個萬嘅退休金為了搶嘅喲。頭2年中嘅有機토마토一塊路死黑，也未看那揾伊去上班冇工種嘅，講唔使藥嘅，哪有可能有好舒適咯？用之外不是會超市，不過鐘少文咁樣了錢也絕對唔使藥嘅。伊本自家4年嘅時間來吃，係做唔上路邊黑，故所以路內路去上課學人嘅經驗，總算第3年做成嘅。今年每年3通過嘅產銷履歷，韓國有機轉型驗證。而中嘅火龍果還蠻多加拿大、杜拜一啲國家喎，人家也未也感覺佢有面風。人都講啊，我講都唔用藥嘅叫救啦，啊我是因為講我係用藥嘅下嘢，我等於我理念一定全部都打破啦，啊所以我寧願就係講啊，喺魔術都就明年咧重新開始安尼啦。你逐工厝腰啊，趕吸收伊啊，結果做一世人，攏摕伊賺的錢就是愛看醫生啊，一半愛醫生開，啊一半留咧家己倒落買用啊。從個事業喊了唔係咩？天也不遠了，天上也不遠了，那我手邊2點哦。啊，過天。係啊，都開咩？要凍水，俺心情又唔好。秋冬界美濃天然當做生命力，各種農作物等等地界態，토마토體未見太講數，一類寫方法，唔是幾久出為大之類。調製安尼噴토마토的安尼菌同酵素也還有防蟲的東西啦。終究佢嘅方式來做，鍾少芬唔但強冇噴農藥，連菌都切乾配種。讓我們這個番茄園的部分，就是會好菌多於壞菌，這樣子植物토마토出物，那唔會講啊，嗰度病蟲害啊，我哋那唔是講啊用藥嘅，我們是我哋要先做到預防嘅部分，不是等到發病嘅蟲嘅來源，我哋嚟做治療，其他有機嘅工法地步就來唔出嚟啦。佢甚至攞自家中介，大體嘅有機토마토未拿來做菌。蟲害比較不敢來，因為它是屬於酸性的東西，它的味道是有點刺鼻的。那另外對植物的部分，它可以附着在葉面上面，會形成一個保護膜，這樣子。菌體毛會推動經驗長中的，菌維度係天然嘅，就算噴嘅過程，因地地度未唔適應。42歲嘅鍾少芬，過3處考入空軍士官班，退伍前就經常領為專家向做努，唔過半夜只躺下到處上高，該是慘嘞。那時候他講，我真的是想說，完了，真的慘了。直到他跟我講了一句話，說，其實坦白說，他40歲以前，他做了一份他覺得需要做的工作，可是他不知道有幾個40歲，他希望下一個40歲能夠做他真正想要做的工作。所以夫婦領用普類，3年2千鍾少芬退伍，突然不用子女轉到美濃，開始走入技農業。我一睇就冇嘢，就身體唔係幾好啦，係寫到嗰度偏痛啦，時常行眼紅啦。啊，再來特部對方係因為做總務人事，所以接觸嘅朋友也以前係帶過嘅邊嘅綠卡，嗰度家屬就是親人生病，然後走掉，所以我自己也有許願，說我就是務農這一塊，我是絕對不會去碰到藥。我們美濃地帶的離得比較近的一些區域醫院好了，還是教學醫院好了，你會去查一下他們的數據值，每天罹患癌症的比率非常的高。那你仔細再去看一下，這些罹癌的人其實佔了大半數是農民。唔過理想係理想，鍾少芬卻唔是命個入技農業，頭2年種嘅토마토，只開始還上到一獎，冇想到為數新嘅世界，熱衝太水，토마토卻面踢鼻踢冇辦事好雜。啊，唔同樣嘅都挑戰性都
过过啦，啊，七搭嘛过彷徨啦。啊，因为七搭技术，七搭个安尼要用的东西，要买个房子要用的东西根本唔对。一边恐怖的地方就会3日就可以把规秋天的全部照枪枪。以前第一次种头发多，种一道分啊，5分半天失败，我都见改伤心。啊，我有印沙药嘅，自家有可能按多哦，本钱按多下下嘅，自家印沙药嘅冇做到印跌。人类做游记唔但强技术嘅克服，用嘅讲到观众努力更重嚟柜台上嘅家爱接受，真系很难睇嘅考验。不是好事，不是。伊讲唔使喐嘅，我都講會使喐嘅。按兩啥都不是多罪啊。咪會講伊前頭路做冇鋼鐵，唔適合鋼鐵安尼啦。啊講鋼鐵啊吼，安尼冇農藥啊，冇好生產啊，安尼，我都安尼。啊見所有個別田地啦，咪係會用講咧，唔要買下來嘅。冇種有機嘅，種有機呀，冇好曬。果然度中少分老阿妹當地嘅採收，用嘅度係一粒又燃又大嘅火龍果。採收嘅部分啊，看下也色神係咪開縫，啊另外咧喺日頭曬到呀，嚟長長嘅部分，像烏啊嚟看唔實啊吼。另外咧我哋再看下米香嘅鱗片，啊米香嘅鱗片打敗縫，都表示可以採收。中少分老退伍時節2屆200萬元退休金，做下用地燃度，前2年唔辛苦，阿妹看到又少又唔排得。因為伊啊，迄關心嘅就講來講冇賺錢，啊生人咧講來講啊生人咧都是要用，啊冇錢好用安尼啦，啊所以伊都過急啦。原則上我哋可以趁嘅部分就3-4年，迄個真是做唔起來，我就數起來都唔好做，我也唔會講伊個要用藥嘅。幫妹阿妹知道見草莓唔係辦法做順電機，中少分2年未到年紀，蠻難上課，學啲書好經驗，第3年總算看到成果。之前還在我有點阻力啦，可是當時嘅阻力嘛係激勵我一定要做成功嘅一個原動力啦，係啊加上佢係就過沮喪嘅嗰2年。那時間其實攏我家的會不會全力也支持啦，啊，所以我能有辦法好堅持啊，都給他。會覺得說，有點小危險。其實我又回了職場一陣子，對，因為我想說，當我回職場的時候，我又可以再一次家裡的基本的一個開銷是沒有問題的了。那他可以再專心在這個領域上。一下嘅時間產嘅時候呢，我睇4期啦，啊4期來唔明顯大過嘅下養分儲存都講冇咁好，原則上我哋攏盡量要留個，第講要留個儲個太期嘅。中秋季風時中，環境為強烈，通風未當沖擾，一2禮拜除咗孫一擺，老生出嚟計孫檢體。啊一張克然後留幾期掉啊？第1年沒有關係啊，只要把短的剪掉就好了。第1年你就讓它長啊，第3年這個才要梳芽，才要整枝啊。種檢體係中少分走邊嘅朋友，因為認同中少分嘅理念，退伍過後咪聽人強下種火龍果。大家都有一股傻勁啊！啊，你做什麼代志，你若無一個衝動哦，無迄個開力，你一起步那個衝動的話哦，你若衝無行，你就是無迄個開力啦。啊，迄個衝動會造成什麼結果？哦，迄是後邊嘅代志啊。將嚟30年戰鬥機，準備入機係專業，天水田架鐵架個就係係幾乎之界。不過中國老總農完全冇強弱，種檢體誒從頭學未堅持5盤咗個。啊，我咧離產業咧做，咱嘛是講哦，少年的你是空暗呢？啊，迄個有固性，你個固性料啊，化學劑甲處處的就好啊。啊，我唔是，我用手來掠，一支一隻來較短。哦，啊，堅持不愛用化學劑啦。了解品種按照咩寶，為人工高化暫為大致，
佛龙哥係暗部石頭開發，所以見到花期3公半日未會去做事，唔過最添解前規劃算係拍錯咧，看那個戲中少分嘅戰度乜計錯多久。我也有34行嚟講，從第一行劈到去用打草機、杯式打草機打到米行，差唔多5年啦。每時用過住草車，唔過會2-3陣嚟嘅天土，幫妹出香港嘅雪草，本單12排一擺草，變至張嘢一擺，唔過還係冇法度完全解決問題。兩下是係種豬螞蟻，來自其他雜草。因為伊個過蟲啦，所以我哋該切啦一節一節嘅，咱來撒天內行，啊天內行豬螞咱也過耐旱啦，啊都唔講比是水吼，又會上個腳啊。啊，種樣咱可是咱落個下雨冇救伊啊，可是咩新芽冒出來嘅，等一段時間內都規個會乾粗爆起來嘅。雷東南這個半染度，豬螞蟻只見上到東江，地度和孔雷東都係生物，生態都豐富。我冇刻意去講要去撲殺它，冇怎樣辦，我是知道讓這個所有萬物哈共生兩大觀念，我知道當好啦，因為外面它很難生存啊，那在裡面也就讓它多活幾天，係那觀念啊。鍾人民係國小先生退休，經營會農肉用聽到，人類聽出愛分享。上去補充，上去買，所以你讓消費者稍微解釋一下，我的認為冇農藥，你寧願看到幾條蔥啊，誰挑的蔥啊，然後你是當到農藥，該你自己選擇嘛。如果是從這邊剪的話，其實你先從這邊把它剪掉，讓它這邊粗一點就好了。你到時候從這邊剪一點，就從這邊接就好了。是啊，所以現在這裡往上的哈，因為它的底下都不夠壯，所以還要在它粗一點。中少分窮年代成立產銷班，簽訂研究中嘅農業經驗，辦紅嘅佛龍哥主要做起租微小，賣到加拿大、新加坡甚至杜拜。出口嘅農事範圍主要聽到有產銷履歷嘅部分啦，啊，因為講產銷履歷嘅對我嚟講輕而易舉啊，因為我們一下就做無毒嘅啦，啊，所以我哋就變啦邀集啊，想要種火龍果嘅同好都來加入。民農奶凍配雖然都做強，就發展就見農業改善天主勢。不過民農啲下叫上客家還係乾行農業為主，做有機還係做限制。因為美容現在做有機耕作的人，我知道也一直在增加，但是很多都是小農在做。那小農在做，因為有機的這個它的條件就是你的試驗田不，你的田區要受這個隔離帶，你變成就是說這個面積就更縮小了，所以在生產上這個是比較不利的。那要克服這個困難，我覺得呢，就是可能要把這個田呢集中起來設專區。透過組織法管理，解決小農自家日常達標嘅困境，中少分希望能排除下動人加入友善環境嘅行列。看有沒有辦法，就用自己的一點點的力量去改變這邊附近的一個種植的方式啦。啊，現在也很多年輕人都回來種植，啊，可能後面這個無農藥的部分會推廣的會比較越來越好，這樣子啦。不過種藝出來未會賣嘢出去，頭下馬冇通路，是做啲可能購置面體、實體做配，所以付費店出幾間公司賣出去推銷。我們帶個我們自己的蔬果，我們的一些檢驗單子，然後像有一些銀行的部分啊，剛開始銀行啊、公司行號啊，然後自己去跑，很像把自己當成一個業務這樣子，然後讓大家試着去接受我們。當中家鄉嘅世界夢以渠道作為上，因為簽表強過後，中少分自然會乖轉去上班。冇想到歸路走到呢一下，竟然還連通過產銷履歷老友記轉去認證。除連頭下馬最反對嘅阿妹，呢一下都係最老嘅提數嘅。有水果出產嘅，那邊是咧有講啊，隻水果好食啊，沿農會講啊，推廣講啊，讓來種嘅有機嘅無農藥嘅水果，然後談到其實心裡面就很高興這樣子啦。對反對到支持，中少分嘅堅持得到肯定，然愛向天獨來提數。規劃人向下達標，向下降準，有機嘅價值唔單止係貢獻，也係對土地生態嘅友善天地。
和你世界来个满足感太好，是等种爱种出来嘅火龙果，自己会表一切。